Hello，大家好。周三嘅夜賽咧已經結束咗啊。咁丁冠豪咧就係田馬斯王啊。麥道朗咧就一夜遊嘅。咁第一場嘅5班嘅1650米，咁8號嘅快樂老窩咧，今場已經表現得非常之好嘅。可惜咧追唔過前面嗰兩隻馬咧，輸半個馬位跑第三嘅。呢一馬喺轉咗去貴福特之後咧，係好明顯隻馬啲補水靚咗好多嘅。我相信喺5班咧應該好大機會會保中嘅。咁1號呢隻和道威咧，今晚咧留得太後啊，入直路前相差10幾個馬位。直路初咧布文咧亦都係輕輕咁騎嘅，但係後邊咧狂追上嚟第四。呢一馬咧喺5班咧就隨時可以贏馬嘅，即使係上翻去4班輕磅咧，隻馬成熟咗之後咧，只要唔係爛地咧，係隨時可以喺今季度保中。第二場嘅5班嘅1200米，咁8號呢隻精英至尊咧，直路咧已經係判斷係打晒嘅。加分之後咧係好似有啲阻力咁啊。7號呢隻燃心星咧，沿途手個位相當之好嘅，直路去打落去咧一步都冇嘅。我相信咧馬可能有少少問題嘅。第三場嘅4班嘅1650米，4號隻盈妙星咧，今次排過1檔啊。直路咧冇辦法望空嘅，過終點過晒，跑過第4啊。呢隻馬咧反覆喺發育谷咧有好嘅表現嘅，相信今季咧係有頭馬交得出嚟嘅。9號隻加州星號咧，初次過嚟發育谷，擺喺前邊啊。隻馬咧就有啲啷下啲步幅咧比較怪怪地嘅。相信咧轉翻去沙田嘅1600、1800咧，今季咧我相信佢都會有馬贏。第5場嘅4班嘅1200米，咁2號呢隻觀金旗咧同8號呢隻銀刺勇士咧入直路之後咧就雙帶出啊。咁我以為掂水啦，點知咧失驚無神咧，俾嗰隻天天有福咧直路咧喺外欄咧一衝而過晒，跑過第2、第3。呢觀金旗咧今場咧表現得相當之好嘅。潘頓咧有少少保守啊，留住隻馬咧有少少搶口嘅。直路咧佢都衝勢得相當之好啊。呢隻馬肯定係超4班嘅啦，今季都有進步啊，及後都要跟進嘅。8號隻銀刺勇士咧，今場咧已經表現晒佢所有實力嘅，應該咧分數有少少阻力嘅啫吧。咁第6場嘅4班嘅1200米，1號呢隻威力非凡咧，入直路前係守過第4位啊。直路出頭咧，我以為咧直插到終點嘅啦。失驚無神咧，俾隻撻毒行晒嘅聖多多咧講過咧非戰之罪啊。呢隻威力非凡咧，我相信咧4班係留唔住嘅。我睇下幾時再出咧，再跟進嘅。5號呢隻如有進區咧，出閘係搶咗出嚟，留個好好嘅位，同上次差唔多。直路咧打落去冇嘅，我相信咧佢係有機會咧就流鼻血嘅啫。咁第8場嘅3班嘅1800米，呢隻11號嘅滿心星咧，沿途守個第4啊，直路咧追趕唔過。放頭嗰隻馬咧，非為僥倖，跑過第2。成場嘅表現咧，其實都可以嘅。唯一有啲不足嘅咧，就係初期嘅時候咧，嗰個騎師留隻馬咧，隻馬有啲抹口啊，佢又唔好俾佢早走啊，最後咧鬥輸少少嘅。呢隻馬咧必超3班嘅，如果喺發育谷嘅1650啊或者1800米咧，後邊隨時保中嘅。值得一提嘅咧就係直路上咧，何師兄咧啲韁繩咧有少少鬆啊，個人唔係太 fit 啊。以上咧就係周三嘅總結啊。賽馬咧就要需要少少運氣嘅，
咁有陣時揀啱咗馬咧，亦都係啲賽事形勢啊，同埋一啲運氣嘅幫助咧，先會有所收益嘅。咁啊，週日再見啦，各位兄弟，拜拜。